今日这道题我是暨南村的明翰也有客家用心吗？客家用心拍摄健康啫，我讲普罗法睇讲伊他唔识唔边个人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就是暨南书院的曙光，就是阮要做的代志，安尼。来，敢有人有法度拍？试看卖。望上水。哎呀，好，好，上水。希望上水。你敢会记即句话倒位来？上水。上边来诶。对，边选第二摆选其中一摆，伊就是讲即句话。对啊，咱人活伫世间，一定要有一寡愿望有一寡愿望你才有法度过日子。我家己的愿望是啥物？我来讲一个我一直愿望的代志就是，比如讲有一天早起，我出门去食早顿，伫台湾早顿店食早顿，来到早顿店，我甲头家娘讲歹势我要爱一底汉堡甲一后小奶茶。头家娘甲我讲好，请你边仔等。你等的时阵咧，边仔一个细汉查某囡仔甲查某讲，母食较紧嘞，咱这要迟到啊。边仔两个高中生。在讲，昨昏迄宿题到底安怎写另外一个甲伊讲，简单你取米粉了后，伊米粉白白淋的所在就是吉小水，大家就问大家，我安尼愿望有啥物所在怪怪？有啊，足奇怪，因为正常你去早顿店无人在讲台语啊，细汉囡仔敢讲台语，高中生可能数学敢讲台语，这就是我的愿望。所以有望上水，我有即个愿望，有一摆有台湾人的朋友的囡仔来阮兜甲阮囝佚佗，我袂记得是啥物学校，伊就忽然间讲即句话，伊讲，伊讲英语啦伊讲，咱伫美国敢是应该爱讲英语？我就讲好啊，你爸母无甲你教死，我来甲你教死。我甲伊安怎讲，你知无？我讲。法国人伫法国讲法国话，对吧？德国人伫德国讲德国话，对吧？韩国人伫韩国讲韩国话，对吧？美国人伫美国讲英语，你敢有感觉倒位怪怪？是安怎美国人伫美国讲英语？敢有人知影原因？对啊，就是英国移民啊，这就是美国事实是民主建立的国家。原底住伫美国的人，即马变做美国人啦，所以互恁约我有一张图是啥？互恁约我有一张图是啥？台湾。对啊，是安怎台湾人伫台湾讲中国话？你会晓对照头前迄张图，想看是安怎？问题哦，这5张图内底有4张图是网络顶抓落来。有一张图是我家己爱做的，你有看做一张图我家己爱做？台湾。毋是，美国迄张图我家己爱做。意思是4张，这4张伫咧全世界都感觉是正常的代志。美国讲英语，无即款图我家己做。伫台湾讲中国话，即个图是全世界伫图网络顶抓会到的。咱想看卖，倒伊有对。是安怎？台湾人伫台湾讲中国话，是安怎？毋是台湾人伫台湾讲台湾话。事实，你伫台湾讲台语，成本足悬。啥物讲成本足悬？就是你过一个艰苦的。简单讲啦，你袂晓讲台语的人选总统选会掉，袂晓讲中国的人考高中敢考会掉。若考高中考袂掉，伊即世人敢有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的迄个锁匙，敢有摕着？搁讲一个例啊，你敢知影讲台湾一个协会叫做欧妈妈协会，专门叫做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好无协会，就两个所以叫伊欧妈妈协会。你听这个知，伊是咧车用台湾囡仔，就是囡仔拢讲台语。因为着成立这个协会的时阵毋是爱去内政部去
提高迄个忠诚，互内政部审查着因足厉害写代志。啊，写代志人就甲拍枪啊，讲你敢有当上无补一份中文的来？因为即马国家语的法典法通过啊，啊内底就讲台湾各种语言拢是平等啊，啊像我袂当写代志互你申请，一定要写中国话来申请。为了即个代志，是咧内政部前一冬，才解决，啥我解决就讲我要去甲你告，所以伊就好互你过。啊，过来申请过了后，要去银行开口座对无？要去台湾银行开口座。去遐，因就真坚持哦，名要写，做伙来讲台语，算甲好乌妈妈好无协会。然后讲，你这台语的罗马字阮系统拍袂出来，都甲伊陈挂单，要安怎解决？找迄个单位去帮阵做立委嘛对啊，真无采叫人罢免，啊是爱有人罢免，是伊关心即款代志嘛，找伊去敲啦，甲敲过，所以。讲台语成本足悬啊！你若是无坚持讲台语，中国话去，敢需要等先淡化，这个协会才当开始运作，唔免啊，对吧？所以咱会当发现讲，事实伫美国讲台语的成本较低。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咱金兰之友，伊年初有登台，孙总统有登台湾去登着，登台湾了后，伊就是世界讲台语。毋过伊会感觉讲，对人讲台语的时阵，去互人感觉你这样怪怪，就迄种爱叫的感觉，别人感觉你真爱叫，安尼，就这是伊转台湾讲台语的感觉。毋过伊7月叫我搁转台湾一摆的时阵，你共款世界去甲人讲台语，但是人的反应无共款，人的反应讲，哦，你外国转来，美国转来，先说正月转叫到7月叫我。会有即款转变，发生啥物代志？就是发生即项代志，就是发生即项代志。即个人转台湾，世界去甲人讲台语，所以咱就知影讲，你伫美国讲台语了，伊通对台湾的台语环境造成一寡正面的影响，安尼。好，就是这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概念啊。伫台湾人因为生活环境的关系，对因来讲，台语毋是一个因会当自在使用、加成本来使用的语言。不过，咱伫个美国顶多使用台语的环境，事实比台湾搁较好。我来遮会当安尼讲台语，我去倒位拄着台湾人讲台语，人拢袂感觉奇怪。所以伫美国是有较好的即款语言环境。有出口转来销。这现象即摆才看会到，是自早就是安尼。比如讲，1990年代，迄时是台语伫台湾上介衰微的时阵，就是经过足侪当的，就是国民党的统治了后，2000年代阿扁做总统，台语的环境变较好。所以伫1990年代，实际是台语环境伫台湾上歹的时间。迄个时阵呢，就有一项代志。有出版人伫美国 LA 有一位陈良光先生，伊出版一份杂志，叫做《台湾通信》。这个《台湾通信》就是在刊所有美国这个所在的人，大家投稿的用台文写的文章，安尼。你若看伊红个标，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讲咱伫个美国传台湾语言的规定，就是伫美国遮有留即个台语的传统，到呾伫个台湾做台语文运动的人有关真重视咱即个台湾通信，即几冬20多冬来的即个传统。台湾通信佫有两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伊确定即个台语的书写方式，就是汉字人罗马字安尼书写的方式，就是对伊开始，这么大拢对你做。第二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台湾通信有对1999年到2012年，伫咧托朗多编辑，托朗多遐迄编辑叫做带头的人叫做吴景如医师，伊写文章的笔名是单位。
毋是唱我的单词，共款名，佫是单词。咱讲这位毛巾如先生，单词先生伊是台湾文学界上有可能摕着诺贝尔奖的人，就是伊写的作品的品质足悬，量佫足侪，所以有安尼顶一个人伫咧美国做台语文的时工，留一个台语文的背景，传到伫台湾，互台湾的台语文当佫传到转来。什么人要来传承这个伫美国拍拼，能够当影响台湾这个代志？我家己报较袂透粗，就是阮经历顺利，因为你即摆伫美国看袂到另外一个第二个一个做台语运动的团体，就是刚刚阮。就是阮四个人成立的，看家己的相片遮嘛淡薄仔歹势，不过伫遮你通看到一项代志，就是啥物咧？就是我烫厝内底会当穿出来互人看的衫，家己输尔，就共款。是安怎？因为钱歹赚，囝细汉，对，所以无多。好，阮今仔顺咧做啥物咧？就是头一项就是阮咧上课。阮咧教台语，有足侪不管是第二代，还是讲台湾竞赛、台湾新妇，对伫遮对台语有兴趣的，美国人，倒甲真侪拢来阮遮上课，你若是一定要讲台语，阮有开讲课；你若是想要拜节有拜节班；你若想要读册，阮读册会；若是囡仔，阮有囡仔的课程，有合唱团，有主讲，所以阮有。足侪台语课会当互你来学台语，互你看阮台语课上课的经验。好，这礼拜要来做肉鸡。敢有食过肉鸡？敢有食过？伊今仔要迄个教咱煮的是迄个泡面、炒饭，吼，安尼就迄个欢迎咧老师耶！好，差不多。我材料，巴西，我讲巴西，高丽菜。青饭，菜切偌大地，这大地，卖伤大，卖伤大，就是to take out of the pot。对，green onion， 长water， cabbage。来，椒啊，黄水啊，水浓中会花，到底为虾米？鱼啊，春假拢是无甲，安怎会煞味？上落尾一句话就是罗马字教囡仔才有应效。所以要问大家，拄食伫影片内底看到啥物？恁感觉重点是啥物？有三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恁哪讲爱哪比，食饭。因为迄个囡仔就是台语无好，你伫内底看，感觉会晓讲着啊，就是无。就是你爱用一寡比手画刀，了解你咧讲啥物。第二个重点，教囡仔教囡仔，较有效果。第三个重点就是爱写罗马字，因为罗马字写出来拢念不出来，你若是写汉字，根本念不出来。阮另外在做的一个事工，就是阮咧编课本，因为阮咧教囡仔，但是就是找无美国囡仔会当用的教材，拢是爱学汉字才当学台语，毋过美国囡仔无法度学汉字，所以阮就是编一款用英语教台语的教材，当送去要出版，毋知什么时阵印出来，咱印出来才甲大家通知。好，第三项阮咧做的代志就是一个活动叫青仔卡，
咁我们知影青仔卡是啥？青仔卡，是，对，青仔卡。是安怎讲青仔卡？因为较早台湾人开讲报道拢是咧青仔卡，对，所以阮这就是一个大家来啉食吃，有啉有食有通吃喝，即款的活动，一个月办一摆，阮8月去唱歌，9月烘肉，10月去公园耍迄个叫培训，11月去食仙草，12月办尾价，就阮一个月办一摆，即款在地活动，来拢讲在地，对。搁一项最重要的代志就是，最常是讲着台湾上有可能着诺贝尔奖的作家叫做吴金如医师单位对吧？就是这位，伊住伫托龙托，所以阮按算要拍伊的纪录片，就是记录伊的台语的时光，伊的人生的经验，伊对台语运动的贡献。所以，阮10月时飞去托龙托，甲伊拍一礼拜的影片。即马准备后制作，准备来做伊的纪录片，安尼。这是阮私营的收入，所以你会看到85%是为阮咱地下寄出来，对。拄则讲讲钱歹趁，惊细汉，对。都爱对咱地下经钱出来是，不加艰苦，有差不多8%、9%是做生理开来，做生理像啥，比如讲，办活动会收一寡参加的费用安尼。另外5%是去世界甲人募款底源来，这是阮今年的开销，那些部分是交给政府的，比如讲申请协会成立啥爱交一寡钱，红色的部分就是阮办活动的所费。黄色的部分就是阮去拍纪录片开钱，因为飞去遐嘛是爱开销交通大安尼，所以阮今年的收入有差不多9000块，毋过大部分是阮家己摕出来钱，有2000块是银行讲袂使摕出来用，因为银行讲爱留2000块伫内底，开销有7000块，所以属实。无够开，对。好，所以倒转来，咱头前讲迄句“有梦上水，希望上水”。所以咱的愿望到底是啥物？咱的愿望就是，你看人讲人活伫世间需要啥？第一，你需要食会饱穿会烧，对吧？第二，你需要有安全感，你毋免惊讲明仔载去互人掠去，毋免惊讲明仔载战争以后开始。第三项是啥？第三项你需要有认同甲归属的感觉。咱认同甲归属感觉是啥？就是咱是台湾人，有一个台湾人的安尼大家庭。安怎知影你是台湾人？就是讲台语。所以咱的一个真基本的心理需求认同，这事实就是靠台语抑个一个，互咱有即款的认同。过来需要啥物认同？就是会当有尊严，会当家己做、家己主张、家己要做的代志，毋免互人统管，对吧？这个愿望就是愿望讲咱未来会当有做主裁的机会，嘛是需要大家有台语这个物件伫咧，互人知影讲咱是台湾人，咱家己做咱的主张安尼。所以就是上重要就是做伙来参加阮的活动，就是若是有需要上课，阮遮拢有课，大家来到参加来参加，若是有法度就欢迎大家寄货，10块、20块无嫌少，100、200无嫌多，安尼，讲有问题，感谢。